阿 Sir，紅萬字會同埋紅十字會有咩關係咧？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我哋今日咧請咗紅萬字會嘅專家咧魏教授嚟到，不如我哋一齊去問下佢咯。好啊，咁我哋行咯。魏教授，請問我想知道紅萬字會同埋紅十字會有咩關係嘅咧？其實都應該講有關係，但係又唔係好直接嘅關係。因為紅十字會咧係成立喺19世紀中葉嘅歐洲。咁當時歐洲大家知道歐洲情況同中國情況唔同啊。歐洲係以小國為主，多民族存在。我哋中國係一個統一嘅多民族嘅大國家，所以喺佢咁嘅情形底下咧，歐洲咧其實好長時間咧都喺戰亂入邊啊。因為特別係到咗所謂嘅資本主義階段啊，佢哋咧就開始重新嘅分割世界，咁彼此之間咧就打到一塌糊塗，戰爭好多。喺咁嘅情形底下咧，當時有一個日內瓦嘅基督徒叫做亨利道納佢係喺1863年咧就發起成立一個叫做咩咧，不分敵我嘅叫做傷兵救護組織，即係希望咧就話我哋唔理啦，就算打仗都好啦，我哋會派人去深入戰場然後將嚟戰場救護。其實唔單止係救護傷兵嘅，亦都係救護喺當地嘅居民因為呢啲都係傷亡嘅一啲成員啦咁呢個情況咧，由於佢呢個運動佢係得到咗各個國家個響應因為講真，大家都係打仗啊嘛，都會死好多人嘅。咁為咗咁嘅情況咧，就希望真係大家推動呢個組織嘅成立，所以咧咁就開始就成立咗一個所謂嘅紅萬字會、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咁喺中國嘅紅十字會咧其實咧亦都好早成立。我哋1904年咧就成立咗上海嘅萬國應咁上海萬國紅十字會1904年咁點解會係一個咁嘅組織嘅成立咧？其實當時係民營嘅組織嚟㗎，唔係一個官辦嘅組織。原因係因為咧，當時喺中國爆發咗日俄戰爭日俄戰爭其實就真係一個叫做咩咧？叫做就有兩個國家喺中國嘅領土上打仗就要為兩個國家為分割中國而進行戰爭。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應該講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佢嘅着眼點咧，會係喺我哋呢個當地嘅居民當地嘅居民，因為講真佢哋係最無辜㗎。我哋喺呢個應該講係喺東北地區有一大幫呢啲好無辜嘅居民。咁到咗後來戰爭結束咗之後啦，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咧就開始將佢哋嘅服務範圍擴大，除咗戰場救護之外咧，仲包括洪災啦、旱災啦、水災啦、火災啦等等嘅救護工作。咁到咗1906年嗰陣時嘅中國政府清朝政府咧就簽訂咗日內瓦公約。先兩樣嘅公約咧，就接受咗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嘅領導。因為嘅真正成為一個就係紅十字會嘅成員你就必須要簽日內瓦公約接受佢嘅一個督導啦咁再過咗1年之後咧萬國紅十字會就被納入民政部門管理啦。咁咧呢個時候咧就改名叫大清紅十字會咁就由我哋好出名嘅紅地嘅商人其實就呢個人就係受官方委託去從商嘅一個人好出名，叫盛宣懷盛宣懷就首任會長。咁咧成個嘅萬國紅十字會咧就民營轉成官辦官辦。咁辛亥革命爆發咗之後咧盛宣懷咧佢哋咧就將大清紅十字會改名中國紅十字會北洋軍閥、北洋政府。其實都係袁世凱當咗總統之後咧，中國紅十字會就正式加入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成為咗第23個國家嘅紅十字會。世界紅萬字會咧其實就成立喺1923年，持紅十字會持國際紅十字會咧係60年。咁主辦團體咧就道院成立個宗旨咧係促進世界和平、救助災患、抱定堅行貫徹其道慈的真精神，直求恢復圓滿於世界大結合，以謀人類的和平互愛互助，各守本分，同趨正軌，
咁大家都聽到好長嘅一個講法。其實咧，應該咁講，相較於紅十字會咧，雖然講紅萬字會同樣着重喺災難嘅救援，但佢哋嘅方向唔同。紅十字會咧，基本上咧係將戰爭視為一個不可避免嘅惡，所以佢哋強調嘅係我哋喺戰爭方面咧，我哋要實踐一個人道主義嘅立場。即係我哋唔好嗌最緊要救人，最緊要救人嚇。但係咧，我哋紅萬字會雖然都係着眼於嗰個災難嘅救援，但係咧佢係點講咧？佢係以世界大同為佢嘅最終理想嘅。所以喺佢個救援入邊咧，佢顯示嘅特色係濟救並施、救濟同埋教育並施嘅。呢個亦都係喺抗日戰爭嘅時候咧，我哋同於其他嘅救援機構唔同。當時我哋喺抗日戰爭嘅時候，香港係冇紅十字會嘅。我哋香港係屬於英國紅十字會，所以香港本土嘅紅十字會係未有。咁當時咧有美國紅十字會、英國嘅紅十字會。咁佢哋都喺香港設立難民營，但係佢難民營只負責救濟，唔負責教育。但係問題，所以教咧係乜嘢咧？係使嗰啲災民能夠喺一個被救濟嘅環境底下，依然能夠小朋友有受教育嘅機會啦。其實老朋友咧都要有一個災難復原嘅心理輔導。佢話當時佢哋唔係重視呢樣嘢，咁所以咧。當時嘅記者咧，曾經去訪問咗呢啲不同嘅所謂難民營咧，紅萬字會嘅難民營咧係受到最高嘅推崇。咁呢個就係濟教並施，濟教並施。咁呢個濟教並施，因為佢係一個點講咧？佢係唔係視戰爭為一個不可避免嘅惡㗎？佢視人類係本來我哋人類係共同嘅，係一天係一家㗎。所以我哋就希望通過呢個教。使到大家知道，我哋都係一體嘅，我哋係應該發生戰爭。所以呢個唔一樣，即係我哋通過咗救濟去遏止戰爭，可以咁講。咁佢哋紅十字會當時嘅情況咧，就係佢只係負責咗戰爭嘅救濟，佢唔會負責救。所以大家嘅方向係唔同。咁你可以講紅十字會咧係比較實際，因為事實上講真，你邊度做咁多嘢啊？但係紅萬字會係比較有道德理想，呢個當係道德理想嚟㗎。呢種道德理想係源於道院，我哋紅萬字會嘅主辦機構道院嘅嗰個宗教理想。所以呢個係大家唔同，因為紅十字會我哋講得佢雖然對佢單嘅十字你以為基督教，其實呢一個十字咧，對於佢哋嚟講，佢只不過係從一個實際嘅角度去考慮。點講？點解咁講咧？因為歐洲大部分國家係信仰基督教，基督教變成咗佢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因為我哋民族唔同，我哋國家唔同，我哋基本上係對立嘅，但只係宗教上我哋統一嘅，我哋係相同嘅宗教，所以變咗我哋容易溝通。你打造呢啲旗號入去，人哋就唔容易射你。咁但係反過嚟講啦，你去伊斯蘭地方咧就唔得。所以咧，佢又要降低呢個紅十字嘅個十字嗰個影響喎，所以變咗咧，紅十字會其實就管理埋紅新月會。紅新月會其實就打支旗號咧，使到你喺伊斯蘭嘅地區，譬如中東或者土耳其呢啲地方咧，能夠活動無阻。所以佢係一個相當重視實際咁某個角度嚟講係唔存在好多嘅宗教理想嘅所以呢兩個機構係唔一樣嘅。咁當然咧，紅萬字會對於紅十字會嗰個繼承咧除咗剛才我哋講到一啲情況之外咧，其實我亦都要知道紅萬字會個創辦咧，亦都受到紅十字會嘅影響。唔單止係佢嘅工作同紅十字會咧係有相似嘅地方，而且在於咧創辦人咧其實同紅十字會有千絲萬縷嘅關係。我哋兩個嘅著名嘅紅萬字會嘅領袖，一個叫呂海華，一個咧就叫做黃正廷。呢兩位咧都曾經擔任過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呂海華甚至係中國紅十字會創辦人之一，所以佢當紅萬字會創辦嘅時候咧，呂海華亦都將自己創辦中國紅十字會嘅經驗咧引進。
喺個管理過程中咧，亦都用佢自己去管理中國紅十字會嘅經驗。所以我哋睇得到兩個會之間咧係有一個咁嘅溝通。咁但係問題咧就係紅萬字會亦都知道佢同紅十字會嘅區別，因為喺1932年嘅世界紅萬字會宣言入邊咧，都係好正式咁講到咧，佢就話紅十字會咧，佢喺歐洲出嚟嘅，佢係為咗戰爭而辦嘅，所以佢哋嘅着重點咧，紅十字會嘅救護隊嘅着重點係戰場救，但係咧紅萬字會咧係無論係戰爭嘅、非戰爭嘅，佢哋都努力參與，所以大家係有佢認為有分工嘅，認為有分工，所以呢個就係你所知道嘅紅萬字會同埋紅十字會之間嘅繼承同埋區別。